资深演员陈淑芳，伫今年的金马奖摕到最佳女主角甲女配角，有一个人真欢喜，就是伊国中的同学。老同学专工会到宜兰的南洋女中，找出着毕业纪念册，互大家有机会看到陈淑芳少女时代的相片。第二排的第三位。 毕业纪念册相片内面是美清艳秀，这个就是今年金马奖摕到最佳女主角甲女配角的国民阿嬷陈淑芳高中时阵的模样，看起来真文静。因为伊的表演天分，同学早就看在眼内。哦，啊，动不动就在跳舞啥人看呢？陈淑芳1952年读南洋女中的初中部，本名叫做陈俏，和这个俏竟然是一个美丽误会。我到那边就把名字忘记了。 所以他说他很爱哭嘛，所以他说啊，那就叫笑好了。我是个爱哭鬼，导演说你不能哭哦。我说导演，有一场戏让我哭哭吧。是人做有做呗，唔捌听过你甲我讲谢多谢，多谢。不管是面对查某囝之间的亲情，你想你做遐尼多，我囝都话都转来心。 也是甲后生同性伴侣的对阵，国民阿嬷陈淑芳拢发挥真强的气场。头一摆入围金马就得到2大奖，同学拢感觉真光荣。我们都在电脑里面抓出来就好了。因过戏剧甲电影演出，这同学拢将这相片珍藏起来。同学之间的感情是有够高，袂输正模样同款。大家陪陈淑芳行过人生的起起落落，嘛见证伊一步一脚印认真学习的精神。